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台会，我是汪小 K。我伫下呢是到南投界国强乡，大家看到了后背就会当地当有名那个糯米条哦。遐条呢就是白公海，其实白公海呢调充年度的数据，虽然政府呢到前几年就有做了个好把大个片路，专门本了个沙沙茶在沙沙内容。不过乡亲也看到，所谓个片头呢就是讲台水以内就会大块体，所以呢像大家看到了下。那个好把大家片头也顺到咧尾只停哦，因为今年2月份落台水，那个片头有大块体咧。啊，甲遐下呢，白公海个记录到嗰边上这个一模响，佢有开始咧数据了个网友行个了条小好把个沙沙哦，所以因为了个片头已经行得，所以了条沙沙草有贵用行了个平面个头路，所以了个沙沙草呢就会经过安尼过相向，动动个种挑，啊，甲了个种挑本单就带动动个人的嘛吼，所以了个沙沙草。按用行上行下，对动体嘅界面都产生了动态嘅困扰，还有麻烦。所以今年初八改下呢，我想象嘅向中系带嚟6个村中，还有中度呢有几百个动作嘅阿公阿婆年纪大嘅人，都全部咧抗议，认为讲呢个好把大家片路系讲冇做好，撤退总得本呢个沙沙叉行到呢个平面头路，会影响到大家安全哦。其实呢，两个数据当年都会做，两个问题做得改建么呢？今日村民大会来到国想乡，就好好来讨论两个问题。好，欢迎大家喺下度聽咱講條來到開會嘅現場哦。提前為大家紹介來賓 ，TV 呢紹介呢係南投縣政府公務處嘅處長陳時武陳處長好。大家好。第二來賓呢，呢紹介係呢國鄉鄉嘅大家長鄉長邱布勝邱鄉長好。大家好。歡迎。第三位來賓呢紹介係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教授蘇苗斌蘇教授好。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教授。當然啊，歡迎呢財地嘅鄉親朋友你哋好哈，大家好。到呢個那個白公海啊，吼，其實條衝年都會有拄到那個受準嘅問題。看到那個圖呢，兩片群起咧畫一條紅色線，半塊咧群，兩片就係一模一樣啦，吼，啊，兩片就係呢基本流量嘅所在過相向。看看呢個白公海呢，跳過因為所喺度散氣嘅萎縮嘛，吼，大家條衝年都會有受準嘅安個細 Q， 看看九年之大體痛了後呢，難有動送，所以呢。當然都會咧受準，也因為受準有沙沙草會在沙沙，用行上行下會帶來對一個細細嘅種條，呢個過程向本單就算係一個客家嘅散傷啦，吼，也帶來動作嘅人尤其係老人家，所以會造成到憲法嘅動作嘅安全問題。所以呢，從3年前，縣政府啊，還有水利署。基調呢就可下聽到，就這個北港溪，既然它有疏運的需求，那這個砂石車的往返是避免不了的。好，就從因為產生動作嘅問題嘛，哈，從跳過2014年該東西呢個村民大會也有當工來到北港村來開工，就是因為鄉親多多了啲問題，從這種砂石車與這個路人行人並行的這種狀況，其實砂石車又大，速度又快，然後車身又重。行到安樣細細嘅種條，僅僅係險象環生啦，吼，就係因為考量到安樣，所以呢，到3年前啦，那個縣政府都口停定掉了，在這個要疏浚的這個北港溪呢，沿着西岸看到那個黃色嘅線，哈，就做了一個好把大嘅片頭河床便道，哈，一路往下走，從這個入口的南港鄉，不是這個我們的國姓鄉，從這邊北港村開始做的這條一直到國姓村，大概全長有將近20公里，用20公里安充啦，哈。做兩個好把大嘅邊頭，係專門本沙沙叉內行嘅吼，行卡安樣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安樣就唔會帶來麻煩嘅嘛吼。不過今年6月份，因為都到落台水，那個所謂的變道呢，就是一衝即毀，因為它就是變道嘛，它在這個施工的這個強度上，冇從平面投入安好，所以台水那去打塊睇了後呢，
你好，都督的两片因为向他要疏浚这个黄肉溪、北港溪的支流，又产生了开始砂石车又要再砂石，因为没有河床便道可以走，所以就走上了平面道路。迄咩因为安样个关系？3年前，俩大波首都多沙沙差带来见面麻烦的问题，又再一次的噩梦重演了。今年初六，桂新乡北港村的安道村里，来电跑布条、泰山行空衣，共加到每本沙沙茶和海米这笔钱。誓死抗争到底！誓死抗争到底！今年初8日，桂新乡的6个村组，韩国几百个xã區嘅阿伯公阿伯婆，鄉下起地太路好，來到時行到當沙沙茶嘅決心，在個講出行到嘅訴求。咱嘅訴求就是要安尼。我嘛希望講會當賣啦，但是若是堅持來，我嘛是會長期嘅抗爭。今年每年嘅安東日都出嚟抗議嘅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向公所當地北港海嘅商界做清河壩嘅工廠，因正北港海嘅河壩偏好，容易咧同太熱大塊鐵，故做沙沙茶就改行海米色皮線。回路嘅經過桂新6個村，居民看到又少又欠。桂新同另外2鄉，因正沙沙茶嘅路線，雙方意見無同樣。我就想無另外鄉，做乜會嘅安尼咯？咁按點都按照，錯冇？嗰家1、2個月就好誒，做乜唔會考慮到講，各鄉鄉嘅鄉親嘅子民。目前呢，這個便道啊，被這個大水所沖毀，所以沒有辦法來通行。那但是啊，我們有新聞給我們的這個國信鄉公所來做這樣的一個發文，還有通知他們。那我想他們有不同的意見，應該是來跟我們來鄉公所做一個理性的溝通。2個鄉嘅爭議，啲南投縣中李明珍出來打下過後，另外鄉為搶市冇去清河壩，等河壩偏頭漲去過後漲去做。18個空陣事件搶市結束嘅，不過北港海嘅河壩偏頭做得講當年都問太熱大塊鐵。沙沙茶是平面頭路嘅情形，為這個發生麼，難言都唔知。好，3年前為到改建議題，就已經做了好把大概片頭，不過還係因為本台水大體，那個橋問題過一擺個出現，所以那個議題可能凸顯了幾個問題。第一個，河床變道。原來是會壞的哈，時常壞就時常修，修了又再壞。它提一個問題呢，係講其實係兩個受損，它不是短期性的工作，而且經常性都需要疏浚哈，尤其從那北公海。那個第三個問題，因為你為沙上就又在沙上送沙上的問題，這個砂石車這種大量體的車子走在這個平面道路，你哈個那個水種掉的期間，它所帶來的社會風險跟社會成本。問題係損財吼，那提這問題，你先請問該向總啦吼，向總其實為咗解決條蟲煙類沙沙差為困擾這民生安全嘅問題，3年前讓政府就有起好兩個好把大概片頭咧，本來都講好，你沙沙差專門行兩條路，都已經講好，已經是約定俗成嘅事情咧，用辦公2擺，才竟然又恢復它平面道路的形式，又一再的造成你鐵縫出面嘅困擾咯。呢各鄉鄉嘅鄉親吼，有一隻非常嘅疑慮，佢非常嘅擔心，吼嘅3年前嘅種噩夢吼，又重新開始，吼，按呢啲啊，各鄉鄉嘅人口嘅老化吼，已經差不多19.67啦，按差唔多有53年都有啲係65歲，啊啲啊沙沙個茶行進嘅路線吼，行進嘅路線15公里。吼，安尼都係平面道路個鄉鄉，15公里東岸吼，佢要經過5間的小學、5間的小學、2間的國中，所以講啊，個鄉鄉嘅道路都非常的狹小啦。啊，唔像北港河嘅北港村的路，跟賣菜的菜商跟賣肉的肉商，吼，啊個賣菜賣肉嘅人，咩位路好賣？沙沙嘅時候危險個，非常嘅危險。學生嘅名為了要上茶，所以講大家人非常嘅強。啊啲咩還有點親強嘅強乜嘅人啲冇？我哋
礼拜沙沙个茶，然后向个沙沙茶呢，冻唔了，冻唔下来，迄唔系县政府喊一摆有几啊百万立方的沙沙个茶，没爱比照办理。所以礼拜因为向说系记得讲大家工厂工程的期间系短，不过系讲礼拜冇动下来，人拜如果说南投县永远有这个经常性疏浚跟问题的时间，记得我们唔行好把大概路，行片面个道路，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你就会动手下你也做迄国乡向前非常余力的地方。当然，采提个向前维修，因为沙差，行到安尼平常时总体设法个所在，真紧为大类动问题。那问题我就要请教我们县政府的公务处处长了哈。其实，在3年前，县政府水利署不管从中央到地方，跟乡亲一再的开会沟通讨论之后，早也就定调要走河床便道啊，这是砂石车的专用便道啊。既然都已经讲好这件事情，为什么在今年的这个6月，在便道毁坏之后，仍然仁爱乡在做疏浚黄肉溪的疏浚的时候，一样砂石车就突破了大家本好的规范，走上平面道路，造成居民的生活困扰呢？其实南投县政府在整个疏浚的作业，我们都不会走平面道路了。这一次应该叫做擦枪走火了。擦枪走火怎么说呢？是一个意外啦，因为整个沟通上，纯属一个意外，我们会继续的督促了哈。他那个核准是县政府核准的，但是整个计划他是没有说要走那个平面道路，所以事先县政府不知情，以至于出了问题之后才知道。出问题后，我们县长就马上来约束他们，是县政府正式发公文，请那个仁爱乡公所停工，等我们的北港溪的便道完成以后，他们才走这个北港溪便道了。大概后把大概片头哈，县政府说修是要修啦，不过它有一定的时间。俺县委强问抬价啦哈，礼拜嘿重点性的3年了后，没想到礼拜哈，再一次卷土重来，砂石车的带给大家的困扰跟噩梦又再来一次。我们先开放机会听听在地乡亲，了解沙石差，大论一定嘛该麻烦嘛该痛苦啊，就村中走在那分享讲一下么？了解欣赏。北港村有2300多人，但是有接近500个人是65岁以上。差不多接近500个人。哦，还有我们有一所国小，一所国中。哦，都在这个上课都要走到这个街道上。是。哦，是不是哦？我们还是建请的县政府哦，我们能够走河床便道也维护我们村民哦。哎呀，老人家的安全，就是有很多老人家哈，都会跟我讲啊，之前砂石车就走河床便道，为什么这一次又走平面道路？他们不晓得什么原因。对。会怕砂石车吗？对，会怕。很怕哈，也很危险的，其实。对。好，先感谢村总。谢谢。人家给我抢问哈。其实两片龙鹰架豆哈，算也是一种长寿之乡的哈，就好怕这个砂石车会带来对长寿之乡的影响。该信上帮伊吼。迄种礼拜遇到甲当时走3年的时间，遇到因人来讲，当时向总就讲砂石车走到河床，本单都讲河床了砂石便道，然后办会走了平面道路吼。遇到因发现讲，可能向总就那度因会向改变的。好处啊嘛，的款让会被走了，那种了唔系，因为佢都系了，因外向了发包了沙沙的吼，佢冇事先冇沟通吼，佢就走了平面道路。其实了平面道路吼，我是讲经过礼拜，3年前嘛是抗议一摆，礼拜一个发生吼，我讲希望礼拜发生吼是最后一次用球吼，含埋沙沙车，出来被走好吧该。临时的片头，彻底平面道路唔必走。不管你现状向状马上做，除了在北上，会坚持国信向的，大概北上会坚持啊。好，感谢历史中应该发言。我们刚刚看到2014年那种砂石车违规的乱象，但是2017年到现在，这是我们的剧组、我们的节目团队在这边采访拍摄空拍图，看到这个小小的这个省道哈，这个。就是一台连一台的砂石车，然后这是双黄线，能看了很明显，在转角的地方呢，这个砂石车其实都是穿越双黄线哈。他们因为量体大，然后可能是不是转弯方面不那么利落的关系，所以其实造成一定很
很大的那个交通的压力。你看到两车在相会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轰然的庞然大怪物，这个小车其实行车都很有压力。我们再看到几张都是有图有真相啦哈。你看这个大的砂石车压在这个马路上，你甚至有红绿灯也无法规范，一样砂石车仍然是闯红灯。那万一就像刚刚我们乡亲朋友一再讲到。又抖音嘎穿越这个十字路口呢，还是有在骑车的人呢？小朋友上下课呢，当然都形成一定的压力。老师，我想请教，从这个疏浚来讲，因为有土石，就会有砂石车来载土石。砂石车是不是有一定的特性？它跟一般的那种4门的小轿车就是不一样，它刹车很慢。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它就是因为太重刹不住，所以常常造成很多的祸事。所以是不是在砂石车走到这种平面道路，甚至进展到人口稠密的乡间，本来就不适当？好，我想。你不需要用这些资料告诉我说，砂石车不应该走平面道路。好，砂石车本来就不应该进到我们的生活市区、生活的空间里面。好，它本来就不适合。所以我想，县府也很清楚地表达了。啊，从2014年我们就建专用道，啊，建便道，它的目的就是县府也同意。砂石车是不应该进入我们生活空间的，所以这个我想你不需要用这些资料，好，我们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看法。好，这个案子真的是擦枪走火，没有管束好人害乡公所。他已经发包出去了，可是现在变道不能走，那司机怎么办？他又有工期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势必好。驾驶势必想找一条路，所以很勉强的走进来了。我想这个是不可以再发生的。先谢谢苏老师。所以我你谈到了哈，台提走的警力一改小小的这个结论，就是这种庞然大物的砂石车带来的扰动、噪音、交通安全等等的人身威胁，本来在设计上就不适合走入人口稠密的聚落，尤其从你哈个两片鬼想用两片大家都可以散伤了哈，所以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事实，就是讲俩改刹车紧紧总得行业你改重挑。如果说当这个砂石车不该来的砂石车来到这边，让它整个道路的等级降了好几级，不但说采提个居民都掉，又还行为累么呢？个产业的运输又会受到影响咯。你先透过汉不会改补透过的好好看到两条道路用办对居民为安重要。国内砂石车是地台22先锋，国新乡之前内都为北港村安道村民路动建造。现在北港村65岁以上的老人家就有5到3名，大家都受骗的居民限过第2个人的安全。将来了落火，汽车也讲骑架天通车吼，实在讲伊危险，砂石车拢照顾行。咁万一讲砂石该车当石头跌下来吼，咁万一哪去跌到唔是安样办？尤其台22线都为国新乡北港村过后路有卡合，两台砂石车有时节行为上3车，居民骑电奥多拜，韩国老人家骑电天通车，没有同砂石车强化司机2线头为太路空，行为上路顺人意，真其当危险。落火呀，是个天通车，一看到砂石車來，你愛過也唔咩，唔過也唔咩，哦，按照情況都台拆，按照台嘅。講哦，咁不過我就人幫我，你砂石車按到行啊，就過一唔敢過。私家啊，私家商就係嗰啲家當樣，多台電接台電接來噶嘛，我本身茶米很別多。國新鄉嘅居民佢按辦對砂石車喺現正頭擺被公開係網要河壩偏頭家下，砂石車就影響嘅家庭嘅食法。天看那人去啊，会讲了嘛，没讲过去。因为太危险了，有些老人家都看到砂石车就不敢出门。这个路一补再补，还是没有什么好。大早就有砂石車底下來來去去，一見同一度就有幾下北台。太路況都係模模糊糊，民眾無論係行嘅也係騎電車嘅，都有可能會去到安全。山仔呢吵鬧上行過永城噴鐵，嚟破壞嘅家嘅衛生品質。多麼簡單，因為被公開嘅河壩偏頭，也係講乜嘅，
你唔想愛再個轉到頭擺沙沙茶，你啊來來去去嘅惡夢。好，安尼聽我看到，這個路真緊拄唔點台沙沙茶經啊樣不斷的碾壓而來，碾壓而去吼，窩窩闊闊啦吼。該向中愛的牆門吼，你啊條路變到安樣坑坑巴巴，喊袂帶落對安尼向度嘛個影響啊。你啊今年吼，因國鄉鄉嘅產業吼，啊休閒產業咩攏發展起來，你像安尼咖啡，你還沒全國第一名，安尼鹿茸咩全國第一名，啊安尼枇杷也全國第一名，啊安尼鹿洋期啊千多人來，假日當多人來，啊你像你啊路輔導安尼坎坎坷坷安尼吼，那會有人來嘛？冇人為了入來買咖啡，咩冇人入來嘅安尼嘛？你像你沙沙茶安尼行，你嘅遊客，吼，啊又愛留沙沙茶上山，啊很一擺一天留下千無好嘅經驗。所以向總其實，這個台沙沙茶涵蓋密度係凍高嘅吼，像大家統計，前前讓政府去發報做了個數據工廠嘅時節，該時節最高一天有250個茶匙，啊，用等於是一天換算下來，幾分鐘就一台砂石車，幾分鐘就一台砂石車，係嗎？其實為差唔多104年以前，到103年咯。千多間嘅鄉親吼有統計啦，一日吼1000茶匙，所以500台入來，500台出來，所以，佢下嘅情形就係安尼報名嘅一個老人家，吼，伊老人家佢就順頭一百公拜夜過馬路，去到嘅等10台沙沙嘅茶出去，有等10台沙沙茶入來，去到嘅腳會擦啦，因為等久嘅，哎又冇得呢好坐，佢行唔得啦，吼，冇辦法講，所以講。像安尼，人都有安尼鄉親都安忍受安太痛苦，何況講你哋遊客，喺那講沙沙茶繼續行，那有人為來入來買咖啡，咩冇人為入來鹿洋期或者民宿，安尼國鄉鄉會越來越沒落嘅。真緊吼，所以向總去小解係了解國鄉鄉，係咪會因為沙沙茶嘅破壞，帶來人牌又冇法度發展，係咪呢個鄉民呢個村民也有強烈嘅想法，你同意到嘅意見？沙沙茶誒吼，炒只要是係5、6點嘅時陣咧，就安尼一下來都7、8台、幾10台，乒乒乓乓，就入來，係動到啦吼。啊，人講嘅炒到嘅老人家都講緊，也唔是衰咧啦，安尼吼。啊，人講嘅嗰一種嘅都會講，尤其魯順、雞魯風、魯順茶嘅專門嘅時陣咧，跟你滴滴滴滴滴，嗰種嘅聲吼，真的擾人清夢啊！當擾民。啊！個老人家講：哇！個你啊，安尼咪落去外頭是唔通乒乒滾，吼！啊，人講連看電視震動都連電視嘛看唔見了，個實在都真艱苦了。啊，意思頭吼，個灰塵滿天，啊，青島人講個開麵店的啦，啊，開自助餐的啦，唔看啊，個北鄉人客講嘛，我都食麵食飯都叫沙沙嘅，個搶物嘅喏，哦，也係物嘅生活品質。啊，希望雙政府能聽到我北鄉嘅聲音，哦，我都希望講沙沙茶那就嘅水準行，莫行平面土路，啊行河川專用土，河上片土。好，感謝。我哋都冇法講。所以總歸一句，那個生活是沒有品質的哈，更別說你想要推展這個鄉內的觀光。他就其他鄉親朋友就會表態意見了麼？該卡修改做水風色嘅阿爸。該沙沙嘅茶連山接動。直來，來落個打杜愛烏卡杜大奶為了，大家全家全面，全家全面就是我的家，所以該為因為佢對方嘅茶來，佢擋唔掉嘅啊擋唔掉個茶樣啊行，強茶比照顧，拖拉庫要靠唔準，3、4台攏一個要台自動亞烏卡，要台就搞了，安咯，個魯迅個連魯登麥個種搞脫。啊，有誒就走路，按落個長流國小個，所以講那條路啊，就係講自家前2、3年前空一條天鐵，過來就唔識做。那突然間那有轉移嘅時間，你要注意看，嗬，個路哦坎坎坷坷到了，又補一節縣政府又通清愛，補一節，嗬，補一空，又到那講落水來哦，那又係太空誒，講實在，那課堂肯定呀。我老拖2包個 A4 嘅荷蘭人買啊，買2包嚟切落去，結果冇啦，買一出，我自家出。好，
统整啦，所有嘅用心嘅意見，緊緊對沙差帶來嘅困擾哈，那都是親身的感受。借由這樣種種各種生活的壓力，像老師講的，不必透過圖片啦，其實大家的共識、自然的這種嘗試都知道，那個對生活的影響是很大。好。整歸回來談到議題，就是因為縣政府在3年前做好的這個河底便道，本來讓砂石車專門走的這個河底便道，在今年6月本台水打退了後，所以冇辦法行兩片，該因為向現在是搶先要輸這個黃肉溪的這個疏浚工程，所以呢。不了解沙差由夯送的了解馬路，所以首先呢了解大家經投入嘅問題。我們先透過一段實際的空拍圖，來看看這個本來就應該要行駛砂石車的專用河床便道，現在變成什麼樣子？好，用心朋友看到哈，就是大家透過空拍機所拍到的這個。北港溪的這個鳥瞰圖啦，哈，看到了解北港海，它係水，它係動態，用金流嘛，哈，了解順條本單都了解好白帶，讓政府所做嘅減用20公里安充嘅了解好白片頭，了已經看得算是它的河床便道的一些段遺跡啦，哈，因為今年6年落台水堵到了解好白片頭打退，我也要請教我們的公務處的處長，跟我一起看這樣的一個空拍圖。現在從這個河床這個北港溪的這個河床來看。已經看不到你們過去花了好多個千萬修的這個河床便道。我想請問啊，哈，就從這張圖我們再來往下看，請教剛剛處長跟我們一起看了這個北港溪的整個空拍圖，現在看不到整個河床便道完整的這個路基啦，哈。我想問一下，那這一次我們被大水打壞的這個河床便道，什麼時候才會修好？修好之後，你才會再開放仁愛鄉他們疏浚的土石走我們的河床便道啊？跟各位鄉親報告哈，我們河床便道只要縣政府疏浚，我們河床便道一定修了。那我們這個便道是每年大概1月份左右就發包，一年大概要2900多萬。這一次第2次修復大概是1000萬左右，我們預計在10月11號開始修復，大概11月底就可以完工。假如順利的話啦，是12月初。就開放通行這樣。那現在顯然您剛剛說的這仁愛鄉這個疏浚的擦槍走火，就是在我們的河床便道，縣政府都還來不及在10月修的時候，他8月就先開上馬路。所以現在第一個問題請教，只能等到10月才修哈？你既然1月份都已經提早發包，也都知道這件事情了，那仁愛鄉公所要來疏浚也是會過你們的。既然知道有這個工程需求，為什麼沒有把河床便道做好給仁愛鄉公所用，以至於產生後續的那麼多問題？謝謝主持人啊，跟各位鄉親報告，我們1月是配合政府的年度，會在1月份發包，然後大概我們3、4月的時候都走一趟，那是第一次修復。因為台灣的氣候的關係，我們大概6月份、5月份開始就會有汛期，會有大雨，所以它會沖掉。我們便道是簡單的，大概在河床大概高1公尺左右而已，也不會花太多錢，但是就讓砂石車直接走。現在工程是很快的，是不是？也不會太難。利用就地取材，就是河床中的砂石去把它整理以後，我們也不柏油路面，直接碾平以後讓砂石車走了哈，這是沒問題。這次仁愛鄉他說擦槍走火，就是因為它急於運輸。那既然你說河床便道修也不會那麼難，為什麼不能這個腳步加快提前？這個是台灣的氣候的關係的。比如說，我現在9月份，因為以前台灣曾經在9月份中秋節左右還有台風，秋台，所以不敢跟天對賭這樣。我一次花了1000多萬，然後又一次的泡湯哈，這樣對政府來講是不划算。然後我們也不能這樣做，我們稍微晚1個月，大概11月份左右，台灣的氣候就穩定。那11月份到隔年的大概5月份，整整有半年的時間是沒有下雨的。沒有下大雨，對便道都不會有影響。是這一部分來做疏浚或其他運輸是相當方便，又節省經費。未來的約束會是確定的嗎？就是說我堅持河床便道就算壞了，我一定要等到修好了，我才開始各地區各河川的疏浚工程。那個我們是縣政府是確定的，是非常明白確定。明確的確定。那個有河床便道、有砂石專用道的地區，一定要走河床便道或砂石專用道。是，所以未來不會再有擦槍走火。當然，這個還留待時間來檢驗。當然，鄉親朋友可能不希望檢驗。不過，你問題總要有愛想的想問一個問題哈。我們講到這個疏浚，大概是有2個議題。
一个是整治河川嘛，哈，因为我们台湾山高水急，再加上921大地震遗留下来这个地质松动的问题，所以像北港溪从合欢山以下，这常常会有淤积的问题，所以我们当然要疏浚，哈，这是必然的。那再来呢，疏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呢就是砂石的采跟收啦，哈。所以我想先问苏老师一个问题，老师，这种疏浚一定要把这个挖出来的砂石只能外运吗？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我是想问说，如果这些疏浚出来的砂石，我们针对这个土石的最高利用的效益来讲的话，如果它没有外运的需求，就不会有后续车子因为没办法走河床便道，就走到这个平面道路，伤及居民的生活权益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老师，我想先请教，疏浚一定得把这个土石有这个转运的需求哈。河道里面原来水流的空间如果被土石占住了，那就得想办法把它通开来。是。好，那我想从上游、中游、下游都是一样的情况。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上游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就得载很远，因为要用砂石的在很下游。所以我们得一路开过我们的村落，然后造成很多这些困扰。好，所以主持人刚才谈到上游的砂石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那过去在水土保持单位里面，他们一直推动上游的砂石要往外运，要花很多钱。其实砂石最贵的就是在运费。对。好，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现地把它做成，比如说把现地原有的低洼地拿去填高。然后可以做比较好的保护，其实是可以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方式，那可以不需要真的把砂石载出来。好，那在过去从莫拉克以后，我们政府单位在南部做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工作，我想可以在好不要把它运输出来，我们把它运输出来是把它当可以卖钱的东西。好，那有些时候在现地利用。它可能更值钱。这个问题我就先回来再一定要请教我们的处长。您说嘛哈，因为这次仁爱乡是擦枪走火，所以后续衍生了很多这个国姓乡的问题。那对于我们县政府，对整个南投，其实我们好像有数不完的郡，然后每年都要做这经常性的。就我们南投县来讲，我们对于整个河川或者是野溪，我们的疏浚的策略比较通盘、比较整体的是在哪里？整个疏浚，譬如说上游要不要堆积，那整个还要牵涉到相当多的法令，因为在超过5000立方以上哈，就要做水保计划书哈，还要经过评估，这个溪能不能放在那个地方，还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以上游地方，假如能够有道路能够运走的话，就节省了一个水土保持计划书的一个审定作业了，也许这样就比较方便，所以上游的仁爱乡才会把它运走了。他假如说举个例，他要对这个地方这个坑洞，他要去做水保设施的一个审查，通过以后才能放那里，所以更麻烦了。所以他们觉得说我把它运走更方便了，所以才会有运走的这个方式的。另外一方面，运走以后，第一个它可以卖砂石，可以换售嘛，就是售的话，乡公所就有收益了。啊，你放在那边会变成没有收益，又要受到环保规范的一个规范，所以是两难了，所以他们才会运走了。谢谢处长的说明哈。那苏教授，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南投县有很多的这个主要河流，刚刚处长都已经讲到，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疏浚要达到有效的目的，又不要造成是多余的疏浚卖那些没有价值的砂石，而至于造成居民生活的困扰。在您的研究来讲，以南投县来讲，什么是当疏而该疏的？至于你刚刚提到的一些上游的或者是荒溪的那些，可以做其他的利用，就真的不用透过这样子外运的这个过程产生后续的问题。有什么是真正该疏？有什么是其实应该要县政府这边做一个主导，它要设计，不能只是居中协调而已。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是莫拉克风灾以后，政府单位在所有山区都遭受到的问题。那处长刚刚提到的，也是所有在执行单位都面对的问题。后来其实我们在某些单位里面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好，那这个部分叫做在政府的法规里面，一个叫做采收合一。采砂石跟把它卖掉合一。一个叫立刻开挖，立刻卖就对了，马上要车子载走。分离，
好，那处长刚才提到采收分离很麻烦，因为你采出来以后放在某一个地方堆着啊。好，所以会有这个政府水土保持的法令的问题。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后来就是你把挖出来的地方填在低洼地，叫做整地。不是堆置。它是有公用的，就是马上填。它是整地来加强土地的安全。好，所以就没有所谓暂置的问题。那将来你觉得你要把它外印，好，那就再交相关单位去外印。那这里面其实过去最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采售合一很容易发生弊端。好，现在采了以后直接就印出去。然后它直接印出去，你如果没有登记到就不算。没有估到那个量，它要挖多少就多少这样。对，那常常会有盗挖、超挖种种的问题。好，那就是过去采售合一，然后制造出很多各级单位的弊端的问题以后，政府后来大家倾向，我们把采跟售分开来。采是一标，采完以后你放在哪里，然后将来要卖的时候。好，那这个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大家一直质疑为什么这一次仁爱乡砂石车硬要过我们这里？对。好，那因为变道坏了。那为什么变道坏了它硬要过？因为它有合约的期限，有时间压力，功能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以后采售分离，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是。好，我不管汛期要防汛做什么，我采，放到某个地方，然后等到。我冬天了没有下雨了，河道很安全的时候，再来运送嘛。我变道可以很简单的就把它做起来，然后就可以用比较好的管理来做再变道的运送，那就会解决干扰到民众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过去在很多单位的做法。好，公道两片吼，跳下乡亲朋友有公道，俩会是当年会发生的事情嘛吼。如果是年年要疏浚，这个砂石车如何让乡亲安心，真的不会再入侵他们生活的家园？嗰块下不该报托，嗰类堂大家嘅心上。白宫下夜河坝水見流定下，對太氣球可能過去，可能到有片沙屯嘅動作為難沙，很多嘢太細細條嘅石頭。其實今年6月底綠太氣球，一搭嘅就係清河壩工廠嘅沙沙，是個河壩片土。因里的河床变道是临时性的，条摆农地面当了，变顺吼，了行过来，行河坝都七跌到河坝，台14线该差咩这样松来，都唔可以影響到因里的生活啦、交通啦，拢唔可以影響。白宮下嘅河壩片土係專門為到清河壩工廠嘅沙查做嘅，現在沿海向白宮下嘅總結也按動現來，同你動到為難沙。南投縣政府同沿海鄉公所已經派人去下擺嘅清河壩工廠。我們的確要不定期的來做一個清疏的工作，一方面可以保持我們飲用水灌溉水的一個品質。同樣的如果說不清這個污泥或者是這個泥土的話，那如果山洪爆發會對我們的鄉民也會有非常大的一個生命財產的威脅。不過白宮下嘅河壩卡合，不受監督為依歸，河壩片土都會本太水大廢鐵。南投縣政府當年地太水期結束過後，就會再過去找河壩片土。我们河床变道是看北港溪有没有疏浚工程，有的话我们再疏。这一期的工程大概在明年5月就结束了，所以107年大概下半年我们在北港溪就没有疏浚工程。一擺白宮下嘅清河壩工廠嗰天年就會結束嘅，冇清河壩嘅工廠，南投縣政府就唔會去找河壩片土。按呢，沙查一槍行去會下片面透露。好，安尼咱突然動到個河壩需要疏浚吼，你下講到就係講，讓政府因
引动为汉卡有明确的这个疏浚的策略，同时间呢，也会让下辈改来行政单位而有很明确的联络，还有严谨的规范。不过对安尼南投安尼国乡向界乡亲来讲，佢哋个最主要诉求是希望讲，那个杀杀杀个噩梦唔会个重新转来，大家希望得到个保证系嘛个，信上系嘛个，个开放本采从个乡亲来讲。礼拜嘛，一感谢安尼县政府吼，又下来调停吼，嘛一感谢啦吼，我想讲做得法制化。法制化，就是说，是不是将来以后，台21线就是禁止砂石车疏浚的工程车从这边经过。甲先生，甲跳下跟你安尼处长就讲，有啦，但政府已经讲好。就是天作的行了个好把大家变多，佢但像安样讲，呢条还系冇办法信任，係嘛？但是袂跳走啊！就从了解嘅事情叫有累，所以呢条希望困到系嘛解咯？那困到就是法制化。就是说台21线你就不能用疏浚的工程车这边跑。那警察单位，你有法制化，警察单位一下就从这边就挡起来了，你这车就不能走这边了，你就走河床便道。那警察在执行单位，他依法有据，说开罚就开罚，安永英好爱定义也是的，感谢你抢错。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也要意见表达出来吗？抢下手，大概欣赏隔壁的这位先生。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啦，就是说希望县政府这个严厉的。禁止砂石车走平面道路啦，因为我甘宁村那边这个灰尘很厉害啦，生活品质都是影响到我们那个村民的生活品质啦。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不要走平面道路那样啦，我们村民才有办法过一个比较安全，还有这个生活品质啦。谢谢啦。感谢村长，你抢错。这一位大哥穿蓝色上衣的是村长吗？我是台基村的村长，礼拜的抗争你按县政府那处长台日的那因来香港所协调下非常圆满来落幕啦6个村长那都乡长非常的感谢按县政府县长的用心啦了6个村长咪以乡长的带领之下人应该都亲自到县政府来感谢县长希望下摆安尼杀永远拢来行好把来平道，莫过行所来平面道路，非常的感谢，谢谢。好，村长系希望用这个和善和平的态度希望让政府会正视了解问题啦真紧唔好本恶梦过一摆发生。还有乡亲朋友也会提出意见的么？唔是客气你系呢条机会。还有马上会讲话，抢卡手。处长头先嘛就答应讲，汉白疏浚的砂石车绝对唔会走了平面态度。我想大家乡亲有探到呀媒体嘛有伫咧，汉白处长就负了责任嘛有咱来到乡亲承诺汉白就唔好走了平面态度。你唔爱感觉讲了苦水期咧认当去路唔好讲，但行适应一样来做嘛。你做你了就发包来做，你就心一。也心一就开始在运输了沙的你都走半年下假时间解，莫个沙都走起来。我想讲了其实今边礼拜的抗争可能县政府就出面，向着而家县长就出面来沟通问题啦。因为当时若无出面变到两向的向长而家对立，了村民嘛强强，感觉讲对于了因外向要个关键我就感觉礼拜县长出面了，了今日处长嘛来当场答应讲汉白唔会走了平面道路，都好。好，乡长，跳下历史长讲到来如果变成最后只是乡长跟乡长之间的战争，对你都来讲要动翻手呢刚才处长有特别讲了，就是说如果县政府清疏砂石，一定是走河床。这个弦外之音就是说，那如果仁爱乡清疏砂石呢？这个大家就疑虑了，他就不是县政府做的，所以就不动了。这个大家非常的担心，而且我们知道，北港溪整个沿线它的集水区是超过2000平方公里啊，国姓乡的面积才176平方公里。这个部分要拜托我们的处长，
这个刚才苏教授也特别提到，其实砂石车本身就不应该走我们的街区，走市区道路。那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对县政府也是有感恩的心呐，因为有体系到我们乡亲的安危，所以开的砂石便道。那如果107年县政府没有签书，那仁爱乡公所签书，那又怎么办呢？或者其他乡镇公所呢？对，我们这边只有仁爱乡公所会走。所以这个部分才是我们关心的啦。所以我们希望说，针对这个部分哈，我们要请处长哈来等一下来给我们乡亲一个承诺。如果仁爱乡有亲疏的话，那怎么办？我们有几条比较主要的道路，就是台21线、头133线、头84线。这些都是出入进出我们国姓乡人口最密集，也经过途经我们有5个小学、2个中学，这个地区应该把它划定为严禁砂石车走的道路。我相信这个呼吁是我们国姓乡应该是这个甘子林进来有1半以上的村民，他们所急需要得到的一个保障。是，所谓公务机关就是要依法行政嘛，哈。最后处长，其实这个依法行政怎么样真正的落实，不会再让未来还有所谓擦枪走火的机会。刚刚在VCR后面都已经接受客家的访问，就说明我们107年以后没有疏浚的计划，除非说因为气候的变迁，砂石再摘下来再淤积，我们再重新申请107年以后有疏浚的话，我们就处理。是，所以说我们县政府一旦疏浚，我们会不计成本的来做河床便道，绝对不会走平面道路，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县长我会保证。是，那道路也是我们县政府在管哈，怎么样？像刚刚我们乡长讲到，在人口稠密区、在市街区，就是在那些重点的地方、重要的联络道路上，就要明确规范。也许在县府的道安汇报就要明文的公告，或者是很明确的显示那些地方就是划为禁止砂石车行经之区，这属于地方的自治权限。在县政府在这一块如何回应我们的乡亲呢？有关砂石车大概分2种了哈，第一种叫做原料车，第2种叫成品车。那我们能禁止的、能规范的，大概是原料车不准走平面道路，就是刚挖好的砂石要出去的时候。那个成品车的话，我们没办法禁止。成品车它本身就是譬如说我的家要盖房子，我要载砂石进来，再抹墙壁的话，你说禁止那个车进来，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民众怎么去做建设，那是不可能的哈。是成品车我们不会禁止，但是那个原料车一定会禁止走平面道路。好，那我们的处长说了哈，以后只要是县政府他管辖，他整个县内他发包的这疏浚工程，一定就是要走河床便道，不会走平面道路。那问题是不是县政府发包，是你们委托乡镇公所，甚至就是国姓乡旁边的仁爱乡公所改西街，那怎么办呢？假如以后有机会了，因为国姓乡公所也有机会疏浚，仁爱乡公所也疏浚，是，那我们一定会附带一个决议，你没有走河床便道就不要疏浚。没有走河床便道就不要疏浚。好，谢谢处长的回复。在整个疏浚成本里面呢，那个算是一个成本了，因为那个河床便道就是支出嘛，不是收入嘛。是。你要认为说我的支出和你的收入能够平衡就好，或甚至于为了乡亲，为了我们地方的那个安全，我们政府赔钱也要做嘛。是。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要处理的，是。就是那个原料车就是不要走平面道路了。谢谢。挖是挖的权利，但是送呢一定要把它规范在整个支出成本里面。那最后苏教授，您刚刚说到的啦哈，其实从这个后端的这个砂石的运送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其实在源头就可以透过一些管理的手段，不管是它真正的这个科学性也好，或者说真正对于这个河川的永续，其实方法很多，但是落实到地方政府，其实那个共识应该就是会有更多的建议，其实可以提出来，大家共同讨论。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请苏老师？也许我们的仁爱乡公所透过我们这一集的播放，也是能够一起，等于是隔空参与我们的论坛呐，哈。好，这些砂石，其实这些砂石在上游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用途。这些砂石可以用来盖堤防，用来做什么？它不一定要运到下游，再去砂石场做成混凝土再卖。正是它的功用嘛，哈。我们在很多
地方我们推动，比如说把它办一些水泥，在现场做堤防、做护岸，然后甚至做我们的农田的基础，它都可以做很多用途用。所以我想逐步的，乡亲跟各主管机关会有机会去思考，把它做别的用途，或许就比较没有这么长途运输的这个问题。非常谢谢苏教授。其实相信公务处长也是这方面的专业。老师讲的，其实你们也应该可以跟仁爱乡公所做这方面专业的这个沟通跟资讯的建立啦哈。今日讨论到俩呢，所有的国乡向界乡亲最大的诉求就係講，佢哋希望點錢嘅生活、安全嘅生活，個國鄉向有好嘅發展。那個不因過行數片面投入嘅那個殺殺差，因過調高，讓政府還有相關單位強下來好好搭合交通，建立一個完善嘅制度，原本居民一個強烈嘅生活空間。呢種係出面大會來到兩篇國鄉向界開講，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下個禮拜再會聊。